至圣的上帝，阮做伙组织伫教会内底来准备今仔日的礼拜侍奉。阮要伫你的面前，诚侪上帝你的工人，阮伫你面前首先将阮的性命交伫你的手中。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宝血，甲阮洗清去，互阮带着清洁的心、正直的心，伫今仔日的礼拜做主你的器具。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堂交伫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之地，互阮侍奉的每一个同工，阮所努力的，阮所付出的，会当诚侪芳芳的祭，互主你欢喜，也互人得到造就。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
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伫你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世间情人拢着天情，天生家己面情。何日看入世间相思，让阮的一生顺。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平虔。现在即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382首，等咱大家来吟诗，请咱起立吟全首。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天行天路着及时，行天路着及时。何况是了无了着，那差了我日暗暝，天行天路无缘见，用情去到主身边，用情去到主身边。让世间我面望，光明富贵拢空空，这是做世行，一万年不变老老，一万年不变老老。一代过了又一代，亲像草木当过冬，天行天路无缘见，天天地做的工，日日地做的工。青春满面拢换新，也做我心心。今年大汉了着做，着做我叫尊敬，着做我叫尊敬。好运今日大进步，日日靠主健康心，真行天路无缘见，连向我做心，愿有平安我做心。请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
顶12個死埋葬落陰府。第三日對死人中閣話上天，打坐佇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對遐閣來審判活人甲死人。我信聖神，我信神，公道的教會，聖道的相通，罪赦免，肉體閣活，永遠的活命。阿免，請坐。即時，請咱做伙來啟應上帝的話，咱來看啟應文第39篇，啟示錄第21篇。我閣看見有新的天，新的地。因為前的天、前的地已經過去，海也無閣有。閣看見聖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佇天，對上帝降落。已經備辦，親像新娘裝塔來聽候伊的丈夫。閣聽見大聲對座位出，講上帝的會幕佇人的中間。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來做伊的上帝。佮要甲因拭去目屎，無閣再有死死，也無閣再有哀傷、嗷叫、痛疼。前的代志已經過去。坐佇座位的講，我換心萬美。佮講，伊着寫伊，因為這的話是通信，是真實。閣甲我講，已經食啦，我就是阿里法甲俄米迦，是起頭的甲落尾的。我要對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喙焦的人啉。得勝的人要先接這個。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囝。即時，請咱閣做伙來吟聖詩204首。聖詩204首，我真愛講這故事。
做伙压头来祈祷。请天父上帝，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予阮会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阿罗你。行过2020年，对年头到年尾，阮感谢你，伫每一天赏赐阮得胜的快乐。伫患难中，你赏赐平安甲稳定，甲阮同在。毋管是欢喜也是悲伤，总是有主你甲阮同在，带领引带阮，赏赐阮愿望。若是伫阮有失错，互主你无欢喜的代志，也求主你赦免阮的软弱。伫新的一年，阮要举目注信仰望你，求主坚固阮，互阮常常警醒。互阮的心思意念所行所做，拢会当互主你欢喜。恳求主你继续带领阮的脚步，互阮会当搁较明白你伫阮生命中的计划。恳求圣神时刻甲阮同在，愿主你的平安祝福、慈爱保守，甲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主你的荣光也充满伫今仔日的盛会中，互讲的、听的拢得到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上帝有个，就是渡尽世间罪，求你明愿。上帝有个，就是渡尽世间的罪，求你明愿。上帝有个，就是渡尽世间的罪，受原谅。下落请圣歌队。
即是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今仔日要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以赛亚书65章24节。以赛亚书65章24、9节。路加福音24章49节。也我要找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伫恁，总是恁着踮伫即个城，听候对顶面落来的官人亲像衫，甲恁穿。以上讲道带着上帝的应允，迈向未来，请曾牧师。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伫新的一年，咱做伙做礼拜，咱做伙祈祷。愿天顶的上帝为恁备办伫新的一年一个新的愿望，一条新的道路，一份新的开力。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自接伫你的圣殿，亲像出外的囡仔，倒会到父母的厝。愿享受父母的恩典，伫阮的厝内享受许多人互阮逐种的疼。新的一年，阮倒会到天父上帝你的礼拜堂，伫即个所在，阮对你讲：阿爸，求你将阮新的一年，阮所应该准备的，无论是信心、愿望或者仁爱，天父上帝，求你充充足足放伫阮众人的生命中，互阮伫新的一年带着上帝你的应允，互阮凭着信心甲愿望认真向前行。主祝福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365日，逐日拢是好日，逐时刻拢充满上帝你的同在甲扶持。主，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恭敬对你祈祷的是。愿你的话真侪圣神的力量，真侪小小的火，就点到阮生命，互阮大大有开力。阮伫你面前要领受，阮静静听，亲像囡仔要听老爸的话。阮伫你面前恭敬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愿天父上帝祝福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咱拢带着愿望来向前行。也欢迎第一摆伫教会内底做伙做礼拜，或者久久无倒来到德能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是阮祝福，特别足欢喜看到苏娜伫加拿大远远的所在，带着伊的查某囝倒来，也看到对基兰倒来做礼拜，管慧玉甲伊的先生甲阿瑞，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也祝福伫网络顶悬参加直播礼拜，每一个伫信仰属灵的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也祝福你。今仔日这是一个祈祷，也是教会送互咱的一个礼物。今仔日无论是咱教会咱的祈祷一篇的祈祷文，或者今仔日圣歌对所唱这条诗歌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是目睭未捌看过，耳孔嘛从来毋捌听过，甚至连想象嘛想象袂到。圣经称这种的祝福叫做更美的应许，更美的应许。应允是圣经中间一个最要紧的主题。无论什么种的宗教拜神，拢是愿望会当得到生命的保庇甲祝福。圣经基本上是一本来讲起应允的一本经典，所以兄弟姊妹，如果你若看圣经内底真侪故事，你就听到上帝对迄个人讲：往东、往西、向前，勇敢壮胆，无你惊吓，因为我甲你三甲地地。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咱做礼拜开始，天顶的上帝也用伊的神，用伊的灵。对咱在座每一个人讲话，应允这个字真水的字，这个字其实是两句话。应允这个字
的意思是关乎好消息。我阁讲一摆，应允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对天而来上帝的应允，对上帝答应你。所以当一个人祈祷的时，有的人较敏感，伊马上就会感受到上帝有听我祈祷，伊答应啊，伊答应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伫这个上帝应允的代志顶悬，上帝要成就伊。所以兄弟姊妹，所以伫新的一年教会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将咱的行李箱，将咱的裤袋该变好空，互上帝恩典来充足伫咱的行李箱，伫咱的手中，伫咱的肋底内底。所以带着上帝的应允来向前行，无论是囡仔，无论是老人，上帝所予咱的礼物，拢是下伫咱的需要。所以愿咱伫今仔日，咱听见上帝所讲的应允，咱若要明白上帝伊对咱的应允是甚物，第一项代志爱认真读圣经。牧师甲恁分享一段的圣经，记载伫以赛亚64章，这段的经文内底讲，上帝讲。我要做一项新的事，意思就是讲，伫你的人生中，我要做一项新的代志。你要成做新的人，你的人生要有新的画面、新的快乐。所以以赛亚书64章，上帝讲，我要为恁做一项新的事。所以头一摆来教会的姊妹，上帝祝福你。咱的人生唔通停留伫旧的画面，咱常常追求新的事。所以上帝讲，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就是这句话。上帝讲，我要做一项新的事的意思，就是伫欠缺艰难的中间，我要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就是上帝所应允的。圣经内底的应允有最的经文。若读过圣经的兄弟姊妹，咱就明白，迄毋是对古早人讲的话，迄嘛是对咱所讲的话。所以所听的姊妹，每一摆咱读到圣经，读到好空的，就是意思讲，迄个故事内底有讲到应允祝福。我毋知影你姊妹，你敢捌？你甲上帝讲，上帝你予伊的，我嘛要爱有；上帝你予伊的，我嘛要爱有。咱伫祈祷中间，咱常常讲阿门啊。当咱若读到圣经的时，咱也感觉这句话足宝贝，你马上就甲上帝讲阿门。上帝，你予古早人的，你今仔日嘛予我。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上帝为着咱做一项新的事。以赛亚书43章第19节，伊安尼讲：我要做一项新的事，但要发现，上帝其实伫人类的历史，伫这个世间做真多的代志。兄弟姊妹，你敢已经看见？伫你的人生中间，你敢捌看到上帝为你准备，就是量身定做，就是专为着你所计划的代志。应允是真单独性的代志，应允是真单独性的代志。所以上帝所予咱的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是照咱的需要。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伊的应允对今仔日到你一生的路尾。你常常经历着上帝，伊为着你做新的事，甚至老人到年老的时，有缘因为这个新的事，感觉欢喜，感觉兴奋，感觉高跳。所听的姊妹，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你讲话。应允这项代志是圣经中间真重要的功课。所以，如果你若听了今仔日的圣经的分享了后，你就会发现，对你以后读圣经的确有真多的帮助。因为你就会发现讲，伫圣经内底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毋是讲互别人听，是讲互我听。上大的应允，就是当人伫人生中间到尽头，找无路，开无门，上帝甲伊讲，我要赏赐你一个救世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伫人艰难欠缺的时，上帝讲：我要赏赐你，耶稣做你的救主，
所听的姊妹，所以这就是圣经内底所讲应允的话。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是保罗伊一生中间足精华的一段，伊对人生的体会。伊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兄弟姊妹，今仔日你来做礼拜，特别伫新年的第一日，第一个礼拜日，你有带着心中的期待？伫今日这个礼拜中，你敢有期待这天顶的神、天顶的上帝会通甲你讲，欢迎你来，我要大大祝福你。伫这个所在，上帝为着咱准备。圣经讲，是我以前的经验拢毋捌经验过，所以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我的心内、我的理性、我的经历，将来都想象袂到。所以保罗佮安尼讲，上帝的应允拢是真的。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20节。伊讲上帝应允，无论大小，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拢是阿门。这段圣经讲，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拢是信实的，拢是实在。兄弟姊妹，愿咱伫咱的心内，咱甲上帝讲：上帝，这是你讲的哦。上帝，这是你讲的哦。对今仔日开始，我要放入我过去的经验，我要全来跟对你。上帝祝福这种的人，上帝祝福这种对心中甲上帝讲：上帝，我要将我的一生交代你。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伸出双手。每一摆的礼拜应该拢是领受，所以伫做礼拜的时阵，咱伫上帝的面前，毋是干那拍开咱的心，咱嘛会当伸出咱的手，咱甲咱的天父上帝讲。填满我生命的杯，就亲像圣经讲，要互我的福杯满溢。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我们领受圣餐。所以当阮捧起这个圣餐的杯，虽然是一杯小小的葡萄汁，但是主求你互这杯小小的葡萄汁会当食做我的生命中间各种的需要。兄弟姊妹相信。你要相信，当你安尼甲上帝祷告，主啊，填满我生命的杯时，毋是马上，是一生；毋是马上，是一生。因为上帝要伫你的一生的中间供应你各种的需要，你相信吗？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静静来听今仔日这两句的圣经。今仔日这两句的圣经，以赛亚第65章以及路加福音第24章，这两段的经文拢讲到应允。兄弟姊妹，愿圣心帮助你了解这句话。但是牧师嘛会甲咱解说，就亲像我已经讲一摆，因为伫礼拜中间，我若讲过一摆、两摆、三摆，迄个字、迄句话拢是重点，所以我会伫开始也讲，伫中也讲，伫最后也讲，应允是一项关乎福音的事情。应允这个字本身就是两个字首跟字尾，这个字足水的字 ，ap。Agelio，ap Agelio，ap 伫英语顶悬讲 in 还是 on， 就讲伫这项的代志顶悬。兄弟姊妹注意听，上帝的圣心要甲咱讲，伫这项事的顶悬。Agelio 这个字伫圣经中间就是天使啦。天使的意思其实伫圣经的原文就是消息。天使来到咱中间要甲咱讲上帝的应允。天使来到咱的中间，要甲你讲你的人生的大小事。所以，这句话应允的意思，就是伫你的人生的大小事的顶悬，天顶的上帝要讲话，静静听。所以，弟姊妹，愿咱就今仔日的圣经。第一，上帝讲你若要祈祷，我就知啊。以赛亚65章讲，因要要求救，我就答应啊。这个上帝毋是通过人的语言，这个上帝嘛毋是人带着这个三星四果，
这个上帝是看到人的心意，伊真爱，伊要敬拜上帝。这个上帝迄个时阵就接纳伊，伫灵的内底甲伊做伙。所以今仔圣经讲，恁还未祈祷的事，我就已经听到。所以弟兄姊妹，愿这句话帮助你知影，天顶的上帝欢喜听你的祈祷。天父的上帝其实早就看透透你的心思意念，咱的上帝看透咱的心思意念。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今仔日的礼拜，主耶稣讲，迄个听恁祈祷的上帝，伊嘛要听我的祝福。这个耶稣讲，我要求天父上帝将伊的应允赏赐予恁，裂天而降。咱的天父上帝常常咧为着咱做这样事。伊讲，伊将伊的应允成就伫咱的人生，直到咱的生命中间满满有生命，有对顶面来的能力。基督徒最大伫人生中间的体会，就是上帝的能力甲我三甲地地。原本是我做袂来，但是当上帝点伫我的生命中间的时，我就真做有力量的人。当我无法度无烦恼，这个上帝来甲我伫地，我就有平安，无搁再化入烦恼。当我有惊吓的时，我无法度有平安，但是上帝来甲我三甲伫地时，我就无惊吓，因为圣经讲，光若来，黑暗就离开；光若来，黑暗就离开。上帝若来，上帝的子儿就无搁再有乱象。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静静听圣经家己所讲的话，因为世间人要明白上帝对人的应允，上简单的方法就是读圣经。咱常常祈祷讲，主啊，求你甲我对我讲话，因为真侪人拢爱亲像算命呢，马上听到算命先呢，伊甲咱讲啥物啥物啥物。但是上帝对世间人所讲的应允，早就已经留伫咱手中这本的圣经了。所以这本圣经所写的这个经文，拢是有关着上帝的祝福。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咱来回想，其实圣经内底讲几啊十种的应允，甚至几啊百种，足简单。有一个人叫做阿伯来喊恁的记无？上帝伫伊一生中间先对伊应允三项代志。我要赏赐你土地，就是应允的地；我要赏赐你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恁会记无？上帝佫来应允讲：我要互你真侪稳定的泉源，无论你去到啥物所在，人要讲你是有福气的人，也因为你的祝福。我互你的祝福，你要真做别人的祝福。圣经中间有讲这种的故事，咱读了后，咱有时就甲袂记，因为咱感觉迄是别人的故事。兄弟姊妹，毋是，应该甲上帝讲，上帝你互伊的，我嘛要爱有。所以兄弟姊妹，后来对圣经的规本中间，伊咧讲起，上帝若甲人三甲地地。人的生命就真做伊甸园，真做上帝国。兄弟姊妹，伫伊个中间有平安，有永恒的生命。兄弟姊妹，圣经讲到真多真多有关着应允，人要怎样得到应允？人要怎样得到应允？上帝应允早就已经准备，但是人凭什么通得到这个祝福？有伊的理由。第一，就是因为咱敬畏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所以以后读圣经的时，我要问兄弟姊妹：逐摆恁有感动的时，恁的阿们是真的吗？愿咱对今年开始，对即摆开始，直到咱一生的落尾，
每一摆咱的心内若有一个感动，无论是信心的感动，还是第六感，若是好的感动，若是长期的感动，若是正直的感动，你拢甲上帝讲：上帝，我要；上帝，我要。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咱来领受。拄则牧师已经有解说讲应允这个字，伫今仔日诗篇，毋是诗篇，路加24章耶稣所讲即句话，伊讲：我要将天父上帝的应允降临伫恁的身上。这个应允这个字叫做 agelios。圣经内底咧讲其福音，咱叫做 evangelism。迄个字就是甲即个字一体两面。福音迄个字头前是好 ，au agelio，au 就是伫希腊语圣经的话叫做好的无比，迄个好的消息，上帝所赏赐我好的消息。但是今仔日的英文的意思就是讲，有关于这个消息，有关于上帝的承诺。agelia 这个字。其实就是承诺，兄弟姊妹，你敢捌甲上帝誓约？上帝，你若祝福我，我就要安怎？其实拜拜甲祈祷，拢是人甲神来对话。但是今仔这个圣经的中间，这句应允是一个真特别的事。如果你若认捌，伫上帝所答应的代志顶悬，真心中去听。心中听上帝的话，心中思考上帝的话，心中活出来上帝伊的话，然后你的人生就伫上帝伊的祝福的内底。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你甲看，拄则我甲咱分享讲福音，福音这个字叫做 agelion， 这个字 agelia 这个字对。古圣经的语言翻译做英语的是叫做 angel 就是天使啦。agelia 这个字本身就是邮差、信差、天使、消息。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伊的话，成做你生命的宝贝，因为上帝的话永远无空空，上帝嘛无黑白讲话。上帝嘛无凊彩讲话，既然是上帝所讲的话，拢带有祝福甲能力。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当我已经知，主你所讲的话，你的应允拢稳藏伫圣经的内底。主你所讲的所有的话，所有的祝福，早就拢已经稳藏伫圣经的内底。对今仔日开始，我要用祈祷的心来读圣经，求上帝你的圣神帮助我。当我读圣经的时阵，若是你要予我的，忽然眼光一亮。当我来去祈祷了后，我所读上帝要予我应允的时候，我会忽然特别感觉有足大的感动，因为这是上帝要予我的，这就是上帝信息的应允。这个故事。这个应允，这个假释，拢有关着咱人生的道路。因为上帝的心意要帮助伊的囝儿，明白咱伫人生中间，咱的计划，甲咱所要行的道路。所以，所听的兄弟姊妹，咱通对圣经来明白上帝应允，咱通对圣经来明白上帝应允。圣经是白纸黑字，真侪人感觉讲牧师，我无容易了解。一个最要紧，就是你的心内要有上帝的灵。当你的心内若有敬畏上帝，上帝的灵若进入你的内底，连阿公阿嬷，连毋捌读册、毋捌受过教育，一般的劳动界，也是讲咱的长辈时代，过去因为教育无普遍。虽然教育程度无真悬，但是因有缘有上帝所予因的智慧。所听的姊妹，圣经讲道成肉身，迄个道就是 logos，
就是上帝的话。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愿上帝祝福我今仔日甲恁分享的每一句话，互因成做恁的动机甲感动。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2个功课。第一，咱来思考，我要怎样才会当明白上帝的应允？我要怎样通过上帝的应允，我会当成做一个真实经历着上帝，是一个搁真搁活，是伫我的人生中间的上帝。那安尼，上帝的应允是什么？兄弟姊妹，第一项代志，咱的心爱敬畏上帝。当咱心内若敬畏上帝，上帝讲，连恁也未祈祷之前，我就已经知啊，而且我对心中已经同意，我愿意为着你答应你，为着你来成就。所以，兄弟姊妹，如果咱有敬畏上帝，咱的心内若对上帝讲，上帝，我要将我一生交托你，这叫做祈祷。兄弟姊妹，这就是祈祷。有真侪基督徒讲，牧师，我不要祈祷，请你替我祈祷。兄弟姊妹，你的心内若有一个渴慕，你举头，你甲上帝讲，上帝，我也未讲，你拢知啊。安尼就是祈祷。兄弟姊妹，逐日祈祷，常常祈祷，每一日找明仔载的应允，明仔载找后日的应允，每一天常常祈祷。静静，互上帝伫咱每一日的日子内底向前行。教会想办法要帮助咱，活出基督徒的幸福。所以每一日的透早，陈牧师伊困醒起来第一项代志，除了伊家己的祈祷灵修以外，伊就会伫咱的赖族群写一节的经文，然后写几句话。有的人讲，牧师，逐工我困醒起来时，第一项代志我先看赖，我看这个祈祷文，然后我甲牧师的祈祷文讲阿们，我就开始一日的工作。兄弟姊妹，毋是干那牧师的祈祷文，你若较无上帝，困醒起来时，你甲上帝讲，上帝早安。困醒起来第一项代志，甲上帝讲话，听上帝。邀请上帝的神，甲你三甲伫地。所以，兄弟姊妹，会记你今仔日的圣经的金句，今仔圣经的经文，上帝安尼对伊的囝儿讲：你也未求叫，我就答应。你相信吗？杨牧师，我也毋啥知，我也无啥知呢。你甲上帝讲，上帝，你若是真的，互我经历着你。上帝，你若是真的，互我经历着你。今仔圣经就是一支锁匙，伊讲我要听，你拄拄咧讲话，你拄拄开始要讲，你的心声，你的内心的话，其实你免讲，我拢知。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教你这个功课，所以3项：第一，我靠耶稣；第二，听你内心。听你内心，毋是听你的内面乱糟糟的心，是因为你的心内若有圣心，你就有直觉，你就有感动。愿天父上帝的圣心带咱读圣经，无论是早经的拜六的早经，无论是礼拜日的礼拜，无论是拜三的祈祷会，无论是每天早上的一段。经文甲祈祷，所听的姊妹，愿你有一日，你免倚靠别人，你会当倚靠你家己甲上帝直接的关系。愿天父上帝别人甲恁三甲伫地，相信上帝所有的应允拢是真的。保罗讲，上帝所有一切应允，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拢是 yes。拢是阿们。原来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是啊。所以保罗伫伊哥林多后书第1章20节，保罗安尼讲：上帝应允无论偌济，无论大细，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拢是 yes，
拢是信实的。信实这个圣经希腊文的原文，就是读音就是阿们。信实这个字，实在就是阿们。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主啊，我感谢你。第二，谦卑安静对上帝祈祷。你问上帝讲：上帝，你伫我一生中间，你有甚物特别的安排吗？就算做你即摆退休啊，就算做即摆你年老，兄弟姊妹，你有愿我都享受上帝伫你现主是人生的路程顶悬，伊会准备伊的祝福。上帝嘛要特别甲咱在座教会的宝贝，就是这个青年。恁不但是恁的爸爸妈妈的期待，其实你们可以对自己有所期待。你要相信，咱共同的上帝，伫恁的人生中间有伊美好的安排。所以你若知影伫希伯来书，伊讲上帝更美的应许，永远的应许，写伫希伯来书的内底。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礼拜牧师互恁一个家庭作业。恁离开教会了后，恁会通一路直直想。一礼拜直直想，你想讲，上帝啊，你伫我一生中间，你有甚物特别的安排？甲上帝参详，听上帝的声；甲上帝参详你的人生，听上帝的声。上帝啊，你伫我的家庭，你伫我的一生，你有甚物特别的安排吗？一个基督徒用这种的态度祈祷的时，伊就慢慢要看到，上帝是一个不是不管事，而是掌管万事。上帝是一个掌管人人生的上帝。你若相信，因为圣经中间常常安尼对人讲话。今仔圣经安尼讲，如圣经所记，咱的金句。圣经若写着这句话，伊的意思就是：古早人上帝对因讲的话，今仔日上帝嘛对咱讲话。因为如今所记这句话，伊最重要的表明就是表明讲，今仔日我所写起来这段话，基本上伫旧约的圣经，伊已经讲过。今仔日上帝阁讲一摆，所以兄弟姊妹，这句话最重要，伊的价值。就是鼓励咱相信上帝的话永远有力量。所以愿天父上帝伫你的面前，互你明白今仔日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咱做爱这句话，但是咱常常袂记伊记载在什么所在，不要紧。记载伫什么所在，你若袂记，但是你会记得讲上帝要为我准备，安尼就够样。伊讲如今所记载，这毋是保罗伊第一摆家己听到的。保罗有感动，但是伊嘛会记得伊的先辈、伊的前人、伊的祖先有安尼写伫以赛亚书64章。上帝为着伊所听的人，兄弟，不要怀疑，上帝听你，兄弟姊妹。虽然有时咱感觉咱袂堪得，我不配，但是你要相信，上帝真正真听你。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那安尼，请问上帝，你伫我的人生中间有准备什么呢？准备贵人，准备伊的应允。愿主对你讲话，因为所有上帝。伊的应允，我阁讲一摆，所有上帝的应允上简单的方式，拢已经写伫圣经的内底。无祈祷就无经历，无读圣经就无有属灵的智慧，无祈祷就无经历，因为祈祷的人就要经历到上帝听我的祈祷，读圣经的人就要对上帝的话，通得到智慧。
所以代表讲，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咱读上帝的话时，咱就忽然，原来以前我想袂到，但是当我读圣经的时，上帝的圣神帮助我，知影讲，哦，上帝你答应的代志，今仔日你讲互我听。原来伫天父上帝面前，咱知影，我最后的结论，我引起咱大家的兴趣。伫圣经中间有真侪感动，真侪应允。但是牧师小小来应用4项，在圣经中间，上帝有讲到，我要予你更美的应许，写伫希伯来书，恁去找。上帝讲，我要为着恁做人生一项新的事。拄则咱有读到诗篇，毋是篇以赛亚43篇，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上帝讲，今仔日就要发生，今仔日就要发生一项新的事。对于圣经旧约甲新约，伊讲我要做你的上帝，你要做我的囝，这就是上帝上宝贝的应允。对于今仔日开始，上帝做咱的阿爸，做咱的老爸，也做咱的上帝。上帝赏赐耶稣基督，互耶稣来完全，互耶稣带来天顶完全的祝福。所以，兄弟姊妹，认真做基督徒，愿上帝充足的祝福，对年头到年底，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万权能天顶的上帝，愿感谢，愿来敬拜你，愿你祝福今仔日。坐伫你面前，心中对你讲：主啊，帮助我。当阮安尼开嘴的时，主求你将你的应允、甲你的祝福赏赐互阮。阮安尼恳求，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圣诗，准备来守圣餐，圣诗215首。
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日属伫恁，属伫伊教会陪餐者三甲来守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基督对今日归义的人所讲的话。耶稣讲：咬喙焦翕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领受，也传授予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有摕饼祝谢讲，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逐摆恁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阮照你的交代教示，阮摆设这个圣餐的饼甲葡萄汁，我要纪念你2000年前你的救赎，你的疼痛。主，阮恳求你，伫这个时刻。降临伫阮的中间，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餐的礼拜。主耶稣，愿你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互伊成做你家己的活命，是你的身躯，是你的宝血。通过这个圣礼典，互阮甲你纪念一个永远的约。主耶稣，请你来，请你伫阮中间。你来主持这个祝福的圣礼典，我安尼恳求祈祷，我靠你的圣尊名求，阿门。虽然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来请英宏长老甲邱吉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这是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我要纪念你，至诚会疼。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疼阮到这样。选择十字架的痛苦，成做阮的救主。主耶稣，阮感谢阿罗你。主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恭敬领受这块饼。咱纪念咱的主耶稣，咱甲主耶稣讲，通过这块饼，你进入我的生命中，担着我，无搁再是我，乃是你念伫我的内面。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主，我虽然未堪得，但是我感谢你，伫我还无通为着我家己的生命做正确的选择的时，你已经用你的疼来拯救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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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无够吗？安尼。有无也未领到迄个圣餐的人，请举手。恁请两位长老先提饼，才请坐。咱来祈祷，咱来祈祷。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伫今年新的年开始，第一摆圣餐，阮做伙伫你的圣殿内，阮来亲近你。主耶稣养赐阮，互阮有满足的喜乐。通过今仔日的圣礼典，祝福阮的生命中间真做一个满足的人生。祝福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恭敬所领受这个圣餐的饼，进入因的生命的时，因的生命得到改变。主要说，你为着人的生命的欠缺来到这个世间，你讲你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所以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搁万三甲基地，互阮伫你的保守的中间，阮会当受你的祝福，是一个生命得到饱足，就亲像拄则阮所读的圣经讲，竟然枵喙焦羡慕的人，竟然枵喙焦羡慕的人，所以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的时，因的生命会当得到养赐。阮恳求主你降临伫阮的中间，阮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也未领受圣餐的饼的人，请举手。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感觉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感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饼。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亲爱的兄弟，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
吃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信仰，是我的会所设立的，你得用安尼来纪念我。来请终身长老甲英宏长老来旁杯。所以讲，这个杯就是信仰，是伊的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我们伫你的面前手捧救恩的杯。主耶稣，我们伫你的面前手捧救恩的杯。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主讲，这个杯就是信仰，是伊的会所设立的。主，阮感谢俄罗你，主，阮感谢俄罗你，主，感谢你。主讲，这个杯就是信仰，是伊的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伊的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伊的会所设立的，咱也未领受到圣餐的杯的人。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伊的会所设立的，你着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伊的会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伊的会所设立的。敢有人无领受到圣餐的杯？这个杯就是信仰，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大概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天顶的上帝，你极大的慈悲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食做阮灵魂的食物，也互阮知影，你深深疼惜。阮就是你的囝儿，是你天国的百姓。你是永远属于你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
将阮的杯放伫你的面前，求你填满阮。当阮搁一届伫你的面前，讲出阮愿意的事，求你用你的慈悲扶持帮赞，互阮会当成做真实的基督徒，确无圣洁的生活，通荣光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准备来奉献，回应咱的感谢。牧师，亲爱的姊妹，感谢上帝。虽然今仔日咱的疫情还未完全，但是咱的信心嘛无够的是，咱今仔的圣餐有真侪人出席对心中充满对上帝的阿乐甲感谢。咱有对咱头一摆来甲咱做礼拜的杨姐妹伊住伫咱德堂街咱甲伊欢迎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你请坐咱真欢迎伊加入咱耶稣的大家庭伊伫台中的真慈教会洗礼伊的囡仔拢诚做基督徒，所以因全家
杨姐妹伊甲伊的先生嘛拢接受主耶稣，头一摆，伫咱德堂的好厝边，头一摆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咱对心中非常的欢喜，有咧安排讲，因想要圣别礼拜，初步的安排伫即礼拜六要暂停，那时间则搁超切安尼，咱感谢主，伊是你的爸爸妈妈的厝边啦，罗老师是我有听陈牧师咧甲我解释，真欢喜，因是老师，叶先生是竹塘国小老师退休的，住伫咱德堂街咱非常欢喜，上帝大大祝福恁，大大祝福你，第二，咱有2个姊妹，因拢出外真难得的事呐。已经好几年没有疫情的中间袂当倒来伫加拿大特别带他的宝贝女儿倒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咱请伊起来，互咱甲伊欢迎感谢主上帝祝福这是因哥哥查某囝非常欢迎你，细汉的时候拢有来过非常欢迎苏娜，很高兴见到你回来苏荣，你的弟弟嘛弟弟甲弟嫂嘛捌来过，咱真欢迎真欢迎。耶稣听恁，很高兴你们有机会是拢会来甲阮做伙做礼拜，上帝大大的祝福恁伫北部的生活对美国对啦，伫美国我阵伊搬到台湾，没有上帝祝福真难得搁有就是管惠玉、管佩玉咱的教会的女儿回娘家对宜兰倒来，因全家伊伫今年特别讲牧师，我们想要回教会过这个跨年祷告会先生很辛苦，特别是从宜兰开车，昨天回来参加咱的祷告会，上帝祝福上帝祝福你们全家，耶稣听你，请坐。敢搁有出外久无迄边无对，咱有一个姊妹咱的这算起来是咱的家己的咱家己的姐妹，感谢上帝上帝伫咱疫情的过程顶悬，甲咱扛做伙互咱得到真多帮助昨天的祷告会牧师嘛对会议的分享有足大的感动伫疫情的过程顶悬，管会议拢带着他的孩子因的家人拢在线上甲咱做伙做礼拜耶稣爱你。好，咱来用这条诗歌做咱的互相的请安。咱的一生中最大福分，愿主耶稣基督的疼充满所有的兄弟姊妹，恁的生活甲恁的家庭，拯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所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当心来祈祷，主愿为着阮教会年长的时代来恳求你，无论
因即摆迁徙到伫什么所在，甲因的亲人做伙生活，以及伫阮中间遮的长辈。至圣的上帝愿意怜悯帮赞，互因伫新的一年中间，因的身躯会通有气力，有上帝你所想说的稳定、自由、自在、健康、平安。愿将阮的使徒人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慈爱，互因伫相连的即个年纪，会当享受到上帝你的疼，甲你同在的喜乐。主啊，嘛为着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做礼拜所听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主愿你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主你祝福阮，用你的疼医治阮、坚固阮，互阮伫新的一年，因为你的疼，阮就得到大大的鼓励。阮心无保留的祈祷讲，我充满感动，甲充满最的热情，是因为主耶稣你的疼来激励我。主求你用你的疼来帮助阮伫新的一年中间，成做一个积极、乐观、活泼、有能力、有主你良善的神，甲阮三角地带。对即时到年底，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请咱的新选的会长、妇女团契会长李芬甲青年团契的玉成来头前，咱来为因来祈祷。恁已经受兄弟姊妹的交托，要担当新的一年团契会长。愿主的圣神赏赐恁能力甲智慧，无论是伫妇女团契、伫青少年团契，上帝互恁成做一个好的牧羊人。上帝赏赐恁天顶的开力，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阮的教会内底，无共款的团契，你有拣选你所要使用的工人，专为着你份来祈祷。主，互伊成做属灵的妈妈、属灵的姊妹，伫妇女团契顶悬来做好模样、好的管家，就亲像伫咧家庭中间的老母，会当痛苦、为累、照顾、料理。主啊，阮将伊交伫你的手，愿你的圣神加添各种的需要，互伊成做上帝你的器具来利益众人，也荣耀上帝。专为着刘义成来祈祷，主，你托付伊真侪遮青少年中间的大哥，伫人的中间来陪伴遮弟弟妹妹，也军队前的大哥甲耶稣基督的脚脚。主啊，求你，互伊伫今年的事工顶悬，会当成做一个好的大哥，成做弟弟妹妹好的模样。主你的圣神，互伊伫计划、联络、执行各方面的活动，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欢喜。主，愿将阮的教会的团契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神，互阮通过这个家庭、这个团契，会当成做一个造就人灵命的一个属灵的家庭。愿恳求主你甲因同在，对即时到工作结束，阮伫你面前来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加油，为主做工，好，加油。咱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来请师会。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好无？即礼拜生日的人。哇，即礼拜生日好棒，遐侪人。咱做伙来祈祷。主，愿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有生日的所有的阮的兄弟姊妹，来恳求天父上帝赐阮祝福。
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特别甲苏龙主任，阮苏龙姐同在。主，阮感谢你，甲伊放伫阮的即个家庭的内底，阮做伙欢喜，做伙做工。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伫伊新的一年中间，主用你的圣神来抹油伫伊的生命中间，互伊灵力满满，互伊伫主你的面前充满上帝你的荣耀。特别伫教会生活以及中辍学员的工作，主你互伊成做一个属灵的妈妈，主互伊有权柄，互伊有属天的力量。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阿斌来祈祷。主对少年到即摆，对细汉到即摆，上帝你的心踮伫伊的内底。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伫新的一年，主你互伊会通甲你有更较亲密，也伫上帝你的恩典的中间，来为主你活出上帝你所欢喜的荣耀。主，阮也为着伊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甲伊三甲地地，主啊，互伊伫学业，伫伊的学习，伫伊的灵命，拢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互伊伫各方面的成长，就亲像伊的身高一样，会当伫天父上帝你的顶悬互人看见上帝你家己的荣耀。主，互伊备办将来伫社会工作的顶悬，会通成做一个有贡献、有担当、有负责、有上帝你的公义做伙的青年。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所有的生即个阮兄弟姊妹，特别为着今仔日袂通甲阮做伙祈祷的兄弟，恳求天父上帝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互因伫过来365日，每一天会当甲处理做伙生活，荣耀上帝，利益众人。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哦，是的啦。主耶稣，阮真欢喜，明见兄伫阮的中间。主，这是你所听的，阮的兄弟。你通过因伫教会内底兴起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真要紧的态度，就是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主，阮纪念伫阮中间，你赏赐阮的喜乐团契。主，阮将明见兄交伫你的手中。主，求你祝福伊，互伊的身躯有上帝你的保守。主，互伊有勇健的身躯。主，互伊每一项所做的工作顶悬，拢有上帝你特别甲伊三甲地地。阮恳求主你伫过来7年的中间，恳求天父上帝你的恩典是一个满满的恩典。主啊，就亲像诗篇16篇讲，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分。主，阮将明见兄交伫你的手中，祝福伊的工作，祝福伊的家庭，祝福伊的囡仔。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给他说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即时来报告。顶周的聚会，伫顶面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要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 8点伫礼拜堂；青少年团契拜六7点要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7点半，咱有线上的查经班。圣工的服侍，后礼拜的诗会请林安路执事。领诗暂停，苏琴请陈美秀姐妹苏宪甲交代是钟宏仁执事以及我本人。新安讲读经表甲每日灵粮的进度，请咱照咱周报顶面的进度来读。集体交通，第一，请咱互咱用祈祷来迎接新的一年，带着上帝的应允，迈向未来。愿信心甲兄弟同行，对年头到年尾。第二，咱今仔日恭敬领受圣餐，邀请主耶稣填满咱生命的杯，互咱的手捧圣杯，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伫今仔日礼拜了后，有中职会，请咱中职老部出席参加。第三，请咱留意伫1月15有会员大会，请咱兄弟出席来参加。若是无法度参加的，请咱事先来请假。
嘛请兄弟来查证咱家己的联络的资料，以方便咱会员手册的更新。第四，也请上帝祝福伫本周生日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周报顶面有啥物出入的所在，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大多事项，第一，请咱阁继续为着台湾即个肺炎疫情来祈祷。第二，请咱也为着咱教会心心欠安的丁丽华姊妹、钟岩姊妹、江达、庄仁聚、黄宏仁以及郭陈秀霞姐妹以及咱所有教会的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三，请咱也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因的课业祈祷。为着要准备升学的升大学的硕恩、语义甲名誉来祈祷。第四，请咱也继续为着教会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五嘛，为着咱的姊妹教会韩国妇林一甲德克达雅教会来祈祷。以上接续，请咱阁来吟圣诗499首，应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线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脚伫地，对即世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